8個候選人中有4個係華裔，佢哋都表示 Cupertino 市經濟發展迅速，對市內嘅交通同停車問題都構成壓力。特別係蘋果電腦公司興建嘅新大樓喺大約2年之內會落成，到時會增加12000個員工，令到當地嘅基建同交通面對更大嘅服務需求。參選人之一嘅黃澤安建議喺 Cupertino 市增設仿效洛杉磯同曼克頓等城市現有嘅交通燈系統，疏導交通。就是比如講，我們從北邊到南邊，當南邊的綠燈一打開以後，假如所有的 traffic 是 follow the speed limit，比如講是40 miles per hour 的話呢，它可以不停的綠燈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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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綠燈，從南到北是永遠不停的一個綠燈。黃澤安都建議善用 Walco 購物中心充足嘅停車位，吸引多啲大型連鎖餐廳喺嗰度開業。喺城市規劃部門服務咗4年嘅另外一個參選人孫曉光就表示，會規定公寓住宅預留足夠嘅用地建設停車位。The first top priority to make Cupertino bike pedestrian friendly city。但是 overall， 如果說我們把大眾交通的問題解決的話，就會讓整個 city 又更繁榮。對的，就能夠讓那個在主要的街道上，就 traffic 比較多的街道上，有多一點可以蓋多一點房屋在那邊。已經擔任市議員5年嘅張超富表示，在任期間製造水泥而造成嘅污染問題已在改善中，希望連任成功可以繼續改進。曾經喺2009年參選市議員而現任商會主席嘅蒲仲臣表示，佢會增設長者房屋同埋可負擔房屋。You need to be able to provide more places for people to live if you'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new jobs in your city. Because, I mean, you don't want people driving 2 hours to work. 8個候選人會競逐3個席位，其中有2個候選人係現任嘅市議員。其餘4個非華裔候選人係 Savida Vahida-Nathan、Robert McCoy、Michael Huntsweg、Mark Santoro。佢哋表示關注治安同課後活動等問題。26台記者梁偉山喺 Cupertino 市嘅報導。